菲律宾北部发生规模7.1大地震，目前已经传出死伤。伫个吕宋岛规工超过100外界地震尾，未来几工拢爱注意。比讲呢，佩洛西今日当决定伊家己这个行程哦，但是中国强烈反对，前环球时报总编辑欧世进，佮呛声讲要歼灭美国航空母舰。罗西亚即阵话讲2024年要退出多国合作的这个国际太空站，美国表示还佮观察因的动作，可能是受制裁，这个用太空站来画帕拉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詹伟明，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大概30分钟，互你正做国际新闻通。首先要带大家来关心，这个菲律宾北部今仔日下午发生规模7.1的这个大地震，目前至少是4死60外伤，包含首都马尼拉甲这个吕宋岛这寡所在道路离开，建筑物拢总倒去。到中昼为止咧，吕宋岛北部发生至少超过100外界地震尾，菲律宾总统 Junior Marcos 嘛讲会赶紧来救援。地面世界当看到破起的所在甲必顺，当地居民和家家徛伫空地，一直看到必顺咧讨论。这地震发生伫菲律宾当地27日早起8点43分，经过美国地质调查局侦测，地震规模大概7.1，深度10公里的浅层地震。发生地震的时阵，真侪当咧室内游客着惊，赶紧走去外口。当咧景点观光的游客嘛，因为见到一直落庄仔角，行到早起空起的所在，各地山区西车辆和落来土石牵条，车辆变形。在各地嘛有真侪徛街倒去，并出现壁痕，包括首都马尼拉、上大岛吕宋岛，震度拢达到3、4级。今仔日世界当看到伫个外口比地震的人潮，佮传出有人员死伤，和送去病院治疗。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是表示，会赶紧救援灾区和灾区合作，严格无必要进入紧急状态。So far, we can say that it's Region 1 and CAR, so I don't think it's necessary right now to declare a national emergency. 日发生地震了后，菲律宾交通部发布声明，和马尼拉这运3号线、甲轻轨1号、2号线拢一度暂停营运，请工程甲维修的单位做系统的检验。到中昼为止，吕宋岛北部真侪地区至少发生140件余震，佮出现停电甲网络通讯受到影响的状况。总统小马可仕嘛赶紧赶去受灾区来指挥安置避难的民众。国际新闻台是董朋友。头拄看到是天灾即阵，看到印度的这个人祸，这是假酒事件造成28人死亡，甚至有40外人也咧病院急救。这个案发地点是印度总理莫迪伊出生的这个故乡，当地应该是禁止买卖酒，一定要政府的允准才通来买酒卖酒哦。不如果真少人是卡来买这个合法或者是有品牌这个酒，拢嘛是家己偷激酒。这回嫌犯用的这个甲醇工业用的这个，竟然嘛是自工厂偷摕来。伫一个啉假酒死亡查甫人的住家外口，有真侪村民聚集伫遮，想要了解真正的状况。伫印度古吉拉特邦的阿莫达巴德甲博塔德地区，也有其他人嘛是因为酒后死亡，也是讲送医。这两个地区禁止制造、销售，也有啉酒。और जो लोग दारू पी रहे हैं और ऐसा हुआ है हमारे गांव और पूरे पंथक के लिए एक शर्मजनक घटना है。根据阿莫达巴德犯罪部门的消息，经化工厂工业用的甲醇互偷摕去，供货到真侪所在，主要的供应者伫一间洗干仔公司咧上班，这无去的甲醇真紧个互人用来制造假酒。无偌久，警方就接到相关的报案。警方嘛表示，因查到的假酒内底有掺甲醇。根据印度新闻信托社的报道，已经有掠到几路的偷激酒的人。40 से लोग जो हैं 2 हॉस्पिटल में मेनली 2 हॉस्पिटल में एडमिट हैं उसमें से ज़्यादातर की तबीयत और उनको अरेस्ट करके आगे की कार्रवाई की जाएगी。印度总理莫迪出身古吉拉特邦，伊的家乡是禁止卖酒，也有啉酒。敢若摕到政府许可证的，才会当来买酒，也是来卖。因为真少人买会起这款合法，也是讲有品牌的酒。有的人因为管理醇偷激酒，并且以真俗的介绍来卖予散车人。啉到这假酒死亡的案件是3不5时拢会听到。这假酒卖甲真俗，甚至也有查到伫个内底有添添砂糖剂、化学物质来提悬酒精浓度。2020年，印度北边旁遮普邦就发生至少有120人因为啉到假酒来无命去。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
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首先，带大家看到日本产经新闻报道，为着要稳定亚太地区的政治甲经济，美国即阵批准卖日本400亿日票空对空的飞弹。另外，看到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乌克兰用 HIMARS 导弹火箭系统毁掉俄罗斯亚200多位军事设施。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有风声讲拜登即阵敢若可能做一任哦，即阵的副手这个 Harris 这个关键选举咧，活动真济，真可能代表民主党参选2024年的大选。另外，看到 New York Times 报道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讲到最近的全球经济真正是今年当讲是50档来消退上大、上惨的一档。另外，看到 Washington Post 报道，菲律宾即阵讲要立法处罚犯规、甲人吓惊的人，讲这是一种情绪的大攻击。过来要带大家来关心Pelosi访问台湾到底有啊无？美国这个拜登政府有影是伤脑筋，敢是真正惊中国的这个影响咧？尤其看到前环球时报总编辑吴世正，伊讲啥要歼灭护航的美国航空母舰韩军机哦。另外看到美国白宫相关部门是讲Pelosi 的安全阮真正烦恼啦。上段的关键咱讲可能是咧美国总统拜登和习近平2要通这通电话。另外看到 Pelosi 即阵有要访问台湾，也是无一个准。但是咧，日本媒体佫咧讲哦，有机会来先访问新加坡和日本，尤其这个 Pelosi 可能探去日本的这时阵，会到国会悼念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来听这场演讲。美中最近因为台湾问题情势紧张，路透社报道，拜登甲习近平要伫日进行通话。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对媒体表示，会讲到台湾紧张局势甲俄乌战争的议题，但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行程，科比无愿意加讲。敢若表示国安团队提供相关的信息、背景甲安全协助，毋过敢若佩洛西会当决定家己的访问行程。But let her speak to her own travels on her own. 日本媒体报道，佩洛西除了来台湾访问，当计划8月7日到日本访问，前往国会听对道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演讲。虽然到目前为止，佩洛西拢无正式访问行程，不过中国已经真侪届抗议反对。环球时报前总编辑甚至呛讲，美国的航母编队会互人消灭。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必将采取强有力措施。挫败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In general, we regularly provide briefings to members of Congress who are considering travel to the region, and Congress is a independent and co-equal branch of the U.S. government, and members make their own decisions.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密里，互人问起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议题时，表示，若做议长也是任何人决定出国访问，佮提出军事协助的请求，军方拢会提供必要的措施，保护行程的安全。外交部是佮声明无接到佩洛西的确实消息，也无评论。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美国前总统 Trump 落任了后，26是重新倒转去 Washington DC 来发表演讲，伊也是认为讲家己选赢2020年迄场总统大选，而且咧个透露2024年可能伊嘛会过来参选。不过伊这个副手，咱看到前副总统 Pence 嘛想要出来选哦，未来佫会出新策为2024年选战先来试一下这个水温。Pence 嘛讲哦，这个目前甲 Trump 焦点完全无同，强调2024年关系到真大未来。其中选举就要到位，在共和党内议员有重量的川普自当在华府用邮递库发表演讲时，议员表示2020年总统大选有问题，拜登头早也胜选。I always say I ran the first time and I won, then I ran a second time and I did much better, but we may just have to do it again. 川普伫93分钟的演讲当中，将目前美国暴力、毒品抢攻甲非法移民这问题，拢是因为民主党主政的缺失，主张未来若共和党掌权，会对毒品走私犯罪者处死刑，佮动用国民警卫队阻止暴力，同时将游民赶到都市郊区。对众议针对去年国会暴动案办的听证会，将目标指向川普严重失职，川普一个反击。They want to damage you in any form. But they really want to damage me so I can no longer go back to work for you. And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happen. 这时阵在卡团车反火车爱川普个做4年。Thank you.
川普到目前为止并无正式宣布参选，暗国强烈暗示伊要决定来参选2024年总统大会。传出同款成为进军白宫的前副总统潘斯，是伫川普发表演讲之前，甲参谋到最无聊。But we may differ on focus. I truly do believe that elections are about the future. 虽然拜登总统民调数字最近落正低，不过川普伫共和党内支持度也咧落。6礼拜前，众议听证调查多开始的时阵，有33派共和党人认为伊应该至少为国会部长负部分责任。目前这数字已经提悬到40个百分点。公司新闻站回应评价。过来看到这粒震撼弹是罗西亚宣布在2024年要退出国际太空站这个计划团队哦，这也是自后冷战时期美国、罗西亚甲其他国家上大的跨国合作项目。罗西亚呢是因为入侵乌克兰被全球来制裁，可能才想要来退出。罗西亚呢伊讲家己即阵要起造家己的太空站，美国政府表达遗憾，不如个咧实施这个太空产业。美国业者就认为讲，罗西亚无甲话讲互死，可能是要照这画帕拉肯，未来都要好好来观察。Безусловно, все свои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мы выполним перед наш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но решение и уход с этой станции после 2024 года принят. Я думаю, что к этому времени мы начнем формировать российскую орбитальную станцию. 7月15早拄啊上任，俄罗斯太空总署的新执行长普利索夫，佮提出2024年开始要退出国际太空站的讲法。目前地球轨道顶端的国际太空站 ISS 由美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甲欧盟等太空机构合作，伫1998年开始，甲各太空舱发射成功组成互相连接、运作互相挖靠的大型结构体。The ISS was designed to be completely interdependent or dependent. On both sides, so neither the Russian side or the American side could function without the other. So the Russian side is completely dependent on the American side for electrical power. The American side is completely dependent on the Russian side for propulsion, both for attitude control, for maneuvers. 所以上，这毋是俄罗斯头一遍提出要离开国际太空站。波索利夫前一任罗格金嘛讲过类似的话。虽然俄罗斯太空事业总管换人，这种代志佫提出来讲，也引起众人关心。不过，专业的太空新闻网 Space.com 分析指出，俄罗斯的计划中，家己建造太空站，离地表的高度甲 ISS 差不多，只是说地球的方式无共。未来前景如何也真歹讲。国家波索利夫话无确定，所以俄罗斯随时有可能改变心意，留伫 ISS 计划团队。公司新闻起家人编译。最近消息带大家来到 Panama 看，讲这个国内这个抗议通会碰撞有影严重，无计直直起，这个行动呢已经3礼拜外了。总统克里索伊昨日就宣布讲，会针对72种的这个食品管控因的计数，民众呢愤慨声音也是压制袂了，继续来抗议。在民间各个抗议团体封路示威压力之下，科迪索政府在月中首先将汽油的计价为每加仑3.95美金调降至3.25美金，不过也是无法度压制示威群众怒火。日啊，科迪索开记者会宣布对72种食品进行计数控管，平均降的幅度超过30%，阻止称悬的生活费。Será superior al 30%. Las protestas, cierres de calles y carreteras nos afectan a todos, ponen en riesgo la salud y vida de los panameños, también encarecen el costo de los alimentos. 不过消息公布了后，街仔路的示威活动一点仔拢无收场的现象。抗议民众表示，当局爱先满足因提出来所有要求，亲像限制公共支出、更较大的透明度，甲对健康、教育进行更较侪投资，双方协商依然咧进行当中。巴拿马去年12月通货膨胀率是2.6%，今年6月是到5.2%，加上10%的失业率，生活费对甲民众是袂当喘气。7月初，教师团体成上街路示威，建筑工人、学生甲原民团体陆续加入，场面是愈来愈厉害。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搁来看到南美洲 Argentina 一个小镇呢，最近真事件咧变粪扫场，原因是啥物咧？当地风声讲有一条美金藏伫咧废弃的这个壁图内底，互人弹去粪扫场。人民咧因为通货膨胀，手头有够暗的暗，拢想要去遐挖宝，人坐到当地政府赶紧甲粪扫场甲关起来。
最近，这个拢正废弃物的运输场，互阿根廷民众当作找宝的天堂。Un compañero nuestro se baja del camión y justo ve en el piso un billete todo planchadito. Y cuando nos dimos cuenta era un billete de $100. 网络最近传讲，中部小镇拉斯帕雷萨斯有一个藏1笔美金的柜仔，因为主人过身，无人继承，互人等伫运输场。 Después ya al día siguiente del martes vino otro chico y consiguió $25,000. 结果，这个风声愈传愈快，互真侪人要来遮找美金。小城镇的居民为着找美金，一直来运输场找宝，互当地政府只好甲安排场关起来。 Para decirlo, esta locura verde que se vivió esta semana se da porque lo que se encuentra son billetes dólares y sobre todo dentro de un contexto en donde hoy el país no la está pasando nada bien desde lo económico y que la palabra dólar prácticamente está a cada minuto en la boca de todo el mundo. 阿根廷当经历高通货膨胀，过去12个月高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64%。当地官员解说，民众生活艰苦，听到有钱通捡，都甘愿相信有。法新社报道是讲，阿根廷人长期无信任银行，惯势把钱藏伫厝内，唔才有人相信病毒啊内底有藏钱的讲法。部分网友是甲这个代志做迷因图，考说政府无这个能力应对通货膨胀，互民众爱去运输场并钱。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世界带大家来到东南亚地中海国家 Croatia， 即阵是开15天的时间，打造一条通连接分界领土跨海大桥。英国的跨区旅行甲做生意拢无方便，即阵只要经过2.4公里的大桥，就通缩短真长的这个交通时间。烟火伫空中是水甲，这是佩列沙茨大桥完工通车庆祝的仪式。这条下海大桥拢总有2.4公里长，用15年的时间起的，下过亚得里亚海，接去对岸的佩列沙茨半岛。日落通车的迄一天，透早侪居民就花头喜面，烟花国城镇庆祝的人阵嘛吵。马尼干半岛经过几啊届的战火，国土的界线复杂，克罗埃西亚南边都波士尼亚国界线探过。若要去杜布罗夫尼克，这个世界遗产，而且是真受欢迎的观光景点。虽然是真近，嘛是爱靠一大链才会当到位。居民甲游客若是要下国境来旅行，主要爱靠游览船。若是赛车，就要准备证明的文件，才会当通过波士尼亚国界。但要通过边境的車，清在排队排到落长，边境就要等1-2點鐘久。因那附近市區的交通嘛受到真大影響。 Znači, glavna dobrobit koju će Pelješki most donijeti je znači da će nam skratiti. 佩列沙茨大橋通車，除了互國土重新合體，大部分的民眾嘛希望會當恢復疫情進前觀光生理加壓的情形。克羅埃西亞有1000外島嶼，海頂的活動是真興，每一年是成幾百萬的遊客來這行搭。沿海城鎮打造的純澳海產餐廳，這個現撈的海產，攏是遊客上喜歡食的。也那奧瑞比克港區針對高消費的人客，推出高級露營住宿，讓人客會當享受亞得里亞海的海景。 Realiziramo skladno u pogledu prekrasnog projekta. Ovo je povijesni dan za Hrvatsku. 佩列沙茨大橋是克羅埃西亞從1991年脫離南斯拉夫獨立以來，規模上介大的基礎建設。2007年開工了後，因為經費無夠全停工。 2017年以歐盟會員國的身份，得到3000多億歐元的基金，即馬才有法度完工。公司新聞張淑芬編譯。咱的環境更加好好來關心哦，尤其今年熱浪效應侵蝕全球，喺咧歐洲咧，即個 Alps 山頂竟然也測出咱講30度的即個高溫，冰川樣的即個速度更加創下60年來上緊的即個紀錄。未少遊客親目睭看到冰川揚起即個現象，才發覺講地球暖化是這麼嚴重。 科學家嘛暗算，2100年 Alps 山有80%冰川可能拢會消失去。这位瑞士的地理学家林斯鲍尔当地的钻空，要来量看卖冰层有偌高，冰川扬起的情形是安怎？伫咧过去几冬，林斯鲍尔拢是等到9月热天要结束的时，才来做这件代志。但是今年伊提早2个月就来遮量冰层的高度。 因为今年欧洲受到小影的影响，气温一直飙悬，阿尔卑斯山冰川扬的速度已经互地理学家拢惊到啊！ So at the first stage we measured, we had about 2 meters of melt, and the most extreme year since we have been measuring
was 1 meter per year. 上热的8月拢还未到，即马冰扬起的量就已经是过去的2倍。根据地理学家所收集的资料，因为去年冬天雪落较少，佮加上今年热天的效应，今年阿尔卑斯山冰川融的速度创下60年以来上紧的纪录。真侪来山顶佚佗的民众讲，想袂到连伫遮尔悬的山顶，气温拢有30度。一位比利时的观光客讲，虽然常常听到人伫讲地球暖化真严重，但是亲身到阿尔卑斯山，亲目睭看到大自然的变化，才会当感受到地球暖化的情形有偌严重。Oh my God! I was here like 15 years ago, and now the snow is gone, and the rivers and the mountains are not there anymore. So it's warmer. Normally we had like a hat and gloves. Now we don't need it anymore. 用同一个所在过去的相片甲即摆的相片来比较，就知影差别有偌大。事实上，因为地理环境较特殊，阿尔卑斯山每10年温度升悬的速度是全球平均速度的2倍。若是温室效应继续落去，科学家评估到2100年的时阵，阿尔卑斯山8成的冰川都会拢总消失。意大利伫7月发生冰河崩起，造成11个人死亡的意外。未来更较严重的灾难是毋是会一直发生？科学家嘛感觉真烦恼。记者甘恩恩编译。过来带大家来到加拿大甲美国这个国境线Niagara大水墙哦，当年拢吸引大批游客来参观。伫咧加拿大境内水墙哦，有一个超过100年历史的发电厂泵坑，7月正式对外来开放，游客嘛通有新的角度来看Niagara大水墙。游轮顶载满着乘客，眼前规片的瀑布下来。澎湃水量甲磅礴的气势真壮观，这是加拿大境内尼加拉瀑布，游客拢是坐船来看。不过，即马伫咧探光瀑布的一座100年尼加拉光源发电厂泵坑开放，有新的方式来算。And this is a 2,200-foot long tunnel, so guests will take a glass enclosed elevator down 180 feet. Down to the bottom into the wheel pit, and then out the tunnel and into a brand new viewing platform, which extends 65 feet out into the Niagara River, and they're going to get spectacular new views of Niagara Falls. 尼加拉瀑布伫咧加拿大安大略省甲美国纽约州的交界所在，伫加拿大这边1905年起第一座电厂用大涡轮加工电技术，利用瀑布发电，带动安大略省南部甲纽约州西部的工业化。这么泵坑完工有新意义。Today, we've done the adaptive reuse of this industrial heritage site. So we have an attraction of the generator hall floor, and this weekend, July 1st, moving forward, we've opened the tunnel, which sort of completes the last piece of the puzzle, if you will, to tell you how the whole power station worked. 除了看壮观的瀑布，民众也当参观尼加拉光源发电厂所在正快的地下设施。这项开放发电厂泵坑的计划，得到安大略省政府2500万美金的补助，自2020年3月开始执行，希望减轻疫情对24亿美金尼加拉瀑布观光产业的影响。公司新闻王亚峰编辑。以上就是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斌张伟斌，马仔同一个时间，咱再会。